話俾大家聽，5年前我賣到爆，今日5年後我將會繼續爆，因為點解呢？嗱，首先咧我會搽咗個精華喺塊面度先嘅，呢一個咧係超級嘅生長因子精華，咁啊你以為冇乜嘢啦，咁但係呢個咧會令到你咧塊面咧係瘋狂生膠原蛋白，但係其實重點就係嚟緊啦，大家瘋狂留意北極光2.0，呢部北極光我哋5年前係賣咗咧10萬部，今日會更加癲啲，因為點解呢？大家我未見過一個新技術咧可以咁勁嘅。首先咧，點解你要打2.0咧？因為咧頭500部，唉，冇辦法，真係3XX 買支精華送埋部機。好啦，咁呢部機咧有咩特別咧？首先呢部機咧可以做到咧4個 function， 咩 function 咧？首先就係幫你咧成個皮膚嘅質地咧係咧超級滑，而且咧係咧做一個極級嘅緊緻，而且咧可以做埋一個咧最勁嘅 lifting。而且做埋最嬲尾嘅超級補水，咁咧入邊咧有3個模式。首先第一個模式咧係做咩咧？補水加收緊2合1，而第二個模式咧將會做一個咧係咧極級勁嘅刺穿，咁即係話咧將你全部嘅產品有一個咧最新嘅 EP 模式。哇！我話俾大家聽，真係冇得玩啊！今日癲啊！而最嬲尾嘅模式咧就係做一個皮膚嘅 moisturizing。我話俾大家聽幾下咋？我塊面細咗一半，超級水嫩。而呢部機咁輕身，可以做到咧咁樣嘅4大功效咧，就係全線上都冇，因為咧可以做埋美白、提升、收緊 skin texture。